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寡台语词，可能因为现代人较无体验过的经验，咱就烦恼讲会慢慢啊消失去，都要赶紧把这个词捡倒转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其中一个咧，这个读做乞，可以乞第八条。乞是一款柴裤，插伫涂骹用来拔牛拔羊，咱讲是乞仔。有一款乞仔是下骹尖尖，亲像钉仔会当钉伫涂骹；有的是钉伫车或者是船边，血才会拄掉咧，袂出落来；有的是放牛放羊的人，扎伫身躯边的柴裤，用来拔这个精神啊。像讲拔牛的条啊，古早讲是牛乞。过去嘛有一寡地名拢用着这个乞，像讲台中大理，古早讲是大理乞；另外，还有家人的家人树，古早讲是家人乞。咱台湾有一款在来种的菜头，叫做长长幼幼的乞仔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柴乞，咱头前讲到，这是用来拔牛拔羊的柴裤，嘛当讲是表示地界的细枝柴裤。第二个词读做牛乞啦，嘛有人讲是牛乞。咱头前讲到，这是用来拔牛的细枝柴裤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几工啊去庄卡所在行行看看，大几工啊体验在地生活，看到做田人用牛乞啦拔牛，也佫有柴乞来做地界，这拢是伫都市所在看无的画面，实在足稀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乞第八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